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阿迪黄迪阳。那可能呢，参与那个戏曲歌仔戏的观众呢，以及各个前辈朋友呢，会比较不认识我，对我比较陌生。没错，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歌仔戏的演出。那在之前呢，我是在演舞台剧剧场比较多，然后也有参与一些电视电影的演出这样子。那为什么会参与这次的露水开花的演出？是我觉得每个人被访问都会说是因缘际会，那我没有因缘际会，因为这个演出机会其实是我有一种羡慕的心情，然后所以得到的机会。因为我之前待在绿光剧团，然后一直看到竹生哥、北安老师、定谦都有机会可以演出歌仔戏，跟甚至导歌仔戏。然后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我常常就会听他们讲，觉得很羡慕。我就有一次跟北安老师还有竹生哥说：“啊，那恁袂晓讲国语的，拢会当讲演歌戏啊，我拢无机会安尼。我嘛是高雄人，我讲话台语嘛是叫比恁好。”啊，北安老师就说：“好啦，以后有机会跟他们推荐一下这样。”然后过没多久，在今年在年初的时候，就竹生哥打电话给我，然后说。金英老师有一个演出，然后他邀请他，但是竹生哥有工作，那就给我演。当下我根本不管谁是谁，剧本是什么，我就直接答应，就把时间留下来。去到现在最近的排戏，然后慢慢的了解说啊，歌仔戏好像是那么的既是传统，但是它不断的在跟现代做结合。那而且我觉得这是对歌仔戏的演员还有其实很大的佩服，因为舞台剧是每天排练，但歌仔戏好像是剧本发了之后排2次就场上见，然后那我是在家里面真的超紧张，在这个角色里面是我跟着我的爸爸，他一唱，然后我一搭，我们卖东西，卖皮带啊，卖碰混啊，卖香水啊，什么都卖，卖来口，连来口嘛咧卖。这条来口，拍谁啊？顺迷，你还是说拍谁？来这个就是来在意。我跟你讲，那是哎，你穿话吼，暗时你哪看到是笑眯眯哦。我觉得很好玩，但是虽然说自己台语好啊，可是有很多古韵的押韵啊，或者是一些俗语，一些以前他们很常用挂在嘴边的，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需要多多学习的地方。大家进来听，大家进来看，大家看这条皮带，正牛皮，这只牛长个伫咧产咧拖咧，这叫做啥？这叫做一只牛北香毡皮啊！大概是这样子。还要再练香料皮啦，香料皮，一只牛北香料皮啊！哎呀，这个剪接就比较难，所以这就是我需要在努力的地方。在11月17晚上7点半，以及11月18的下午2点半，大稻埕戏院露水开花，大家赶快来看戏哦，拜托拜托。